台湾驻捷克办事处今仔是甲捷克经济文化办事处共同签署备忘录，主要为了要合作乌克兰重建民生设施，解决当地民生用水甲用电的问题，希望会当帮助乌克兰人平安度过这冬天。台湾驻捷克代表伫礼拜五和捷克经济文化办事处用视讯的方式签署备忘录。这个的主要目的是咱要和捷克共同为着乌克兰的民生设施重建的事工做伙拍拼。第一项是要为乌克兰打造会当世界所当的净水处理设施；第二是要起造气电共生能源系统，希望会当帮助乌克兰百姓度过这个寒冬。But you need to drink safe waters. You need to survive through the winters. So I think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with the partnership of the Czech Republic is to deliver the commitments, not in beautiful words, but in actual actions.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that they can defend themselves. What Russia and other dictatorial regimes perceive as weakness, the discussions and the consensus seeking, is something that makes us strong. And Ukraine is a living testament of it. 乌克兰南部诺瓦卡霍卡水库是英国内上大的水库之一，这嘛是因的水力发电厂。南部多数的地区含克里米亚拢挖靠这个水库提供淡水，但是自今年6月去予罗西亚攻击放弃了后，民生用水甲用电拢出现问题。乌克兰的侨民代表林奥利亚嘛出席感谢台湾和捷克愿意伸手协助乌克兰。再次感谢台湾和捷克政府。这种大型移动式的净水设备，能帮助诺瓦卡霍卡水坝被炸毁之后供水问题。气电共生装置能降低天然气的使用量，并产生更多的电力。另外，要参与俄乌战争的台湾战士陈胜光，伫去年11月不幸战死，到当已经满1冬。咱政府发起成功计划，设计特别的 logo 来纪念伊为自由奋战的精神。外交部表示，未来这个 logo 会用伫援助乌克兰的相关计划内底，要让所有捍卫民主自由的国家通看到台湾挺自由的精神。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